喺2025年臨近結束嘅時候呢，美國印第安納州威斯湯發生咗一宗引發廣泛嘅討論同埋一連串對制度、對當地法律、訴訟等嘅反思。呢宗意外嘅死者叫做 Maria， 32歲，係4個年齡介乎1至到17歲嘅細路哥嘅媽媽。佢同丈夫呢都係來自中美洲危地馬拉，移居到美國呢超過咗3年。危地馬拉仲有一個譯名叫做瓜地馬拉嘅，呢個地方都有幾坎坷嘅歷史㗎。呢個位於南北美洲之間，鄰近墨西哥，並且以農業為主，出產包括有甘蔗、香蕉、咖啡豆同糖。喺1524年嘅時候呢，被西班牙入侵同埋殖民。而殖民政策中嘅消滅政策呢，就令到原住民啦同埋原有嘅文化、書本等等都一一被摧毀啦。佢哋一直要去到1821年呢，至正式脫離咗西班牙嘅統治嘅。咁但係仍然未能夠擺脫中美洲聯邦嘅管轄，所以一直要到1840年呢，先至真正正式獨立。嗰度嘅人口目前大約有1800萬人啦。成年人當中嘅識字率呢，只有75%，以農業同埋食品加工為主。人均嘅收入呢，按 GDP 計算呢，係每年$6200左右。咁令到大家有多少少概念呢，就係同期嘅美國呢係$80,000，而同期嘅中國呢就係$14,000。亦都因為咁樣，所以一直以嚟呢都依靠僑居海外嘅危地馬拉人匯款返去國家嗰度，呢啲款項呢亦都成為咗佢哋主要消費支柱嘅來源。咁到底 Maria 案發生嘅經過又係點樣呢？原來佢哋夫婦去到美國1年左右呢，就開始為呢一間清潔公司工作㗎喇。當日呢，佢哋係準備去處理一個新客戶嘅單。由於 Maria 嘅丈夫用鎖匙開唔到門，後嚟警方呢從鄰居嘅 CCTV 呢可以睇到，喺呢個時候呢 Maria 呢就同佢老公攞咗個鎖匙，自己親自試開，亦都係同一時間呢，佢被屋內槍擊，頭部中彈死亡。真相就係佢哋去錯咗屋，當然用嗰把鎖匙呢係開唔到個門嘅。但係咧，就令到屋內嘅人誤以為有人要入屋，於是乎咧就打911報警。咁但係不幸嘅咧就係警察未到嘅時候咧，佢哋已經先開槍啦。事發時間咧就係天蒙光，咁有可能係門牌號碼冇睇清楚啦。咁因為佢哋實際接到 order 嘅嗰間屋咧，係喺發生開槍事件呢間屋嘅隔離嘅啫。事件受到廣泛討論呢，係因為同類嘅事件喺美國呢經常都會發生。例如密蘇里啦，一個叫做堪薩斯城嘅地方呢，就有一位80歲嘅長者，佢槍傷咗一位20歲嘅年輕人。個原因呢係年輕人撳錯咗門鐘，令到老人家認為佢嘅安全受到威脅。亦都有喺紐約郊區，一名男子呢槍殺咗一名20歲嘅女人。但其實呢個女人呢，只不過係趕住去佢朋友嘅 party 嗰度，但係由於佢唔熟悉個環境啦，於是乎呢，佢架車誤闖咗呢個槍擊者嘅私人範圍嘅啫。以上呢兩個案例呢，都有被法院起訴同埋定罪，咁但係威斯湯嘅情況呢，有少少唔同，因為喺美國呢，基本上唔同州份佢有屬於自己嘅法律同埋稅務條例等等。而威斯湯所屬嘅 Indiana 嘅法律咧，就講明咗一個人只要有合理嘅懷疑啦，又或者係佢認為佢必須要制止入侵啦。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呢啲係未必可以定罪，未必可以入罪。呢個就係所謂嘅 Stand Your Ground Law， 堅守陣地法，喺公共場所啦，或者自己合法處所地使用武力合法性，同埋有權合理反擊。而家威斯湯嘅檢察官呢，對於應否同埋可否起訴呢，都係覺得頭痛嘅。而究竟點樣為之合理呢，就更加可圈可點啦。因為佢牽涉到觀點角度問題啊嘛。就好似香港琴晚2026年1月15號晚，屯門因為一名男子
搶刀並且挾持人質被警員開槍擊斃。有人話適當可以避免更多人受傷，甚至乎枉死。但亦都會有人，例如呢一個據講有精神科記錄男子嘅家屬，當時呢，就佢話個武力用得太過啦，令到佢冇咗個仔。但係從理性角度呢，只要係犯案衝擊法律牽涉人命，咁執法呢，就係應該做嘅事，合理合法，係冇任何藉口嘅。因為從威斯灘嘅事件，我哋可以睇到法律過於寬鬆嘅話，而一般人又咁容易就取得同埋持有致命嘅攻擊武器，人命係幾咁不值一提。隨時連解釋多句、多問一下嘅機會都冇，就讓子彈飛啦。而且從另外一個角度睇，當地嘅人民係幾咁欠缺安全感，治安係幾咁差，先至令人養成咗驚弓之鳥嘅習性。隨時都喺度準備作戰，抑或一直以嚟受傷啦、死亡嘅人都唔係乜嘢重要嘅人物，所以大家可以闊佬懶理呢？但唔好忘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一日持槍者係其他人，而你呢？大家不妨諗下。